368000。Hello， 各位街坊，大家好，好歡迎各位繼續瀏覽我呢個 channel。今期節目為各位街坊帶嚟三格 FL5。首先呢，三格都係內地原廠日本行貨，經由我哋內地嘅東風本田代理嘅行貨車輛 FL5。相信各位街坊嘅參數大家耳熟能詳啦。我上幾期節目都有介紹過啦。點解同時會入三格啊？呢三格呢都係客戶俾咗訂金，然之後呢，我哋從行貨訂購嘅。內地而家 FL5 呢，價錢做得相當之抵，42萬嘅官價，我哋只需要全數落地價368000就可以獲取到 FL5 含現疏、含首次登記稅同埋含晒成架車買車價，就可以做晒所有嘢啦。368000就可以買到一架 FL5 日本原廠進口，全球同步同宗同源嘅 Honda Type R 高性能版嘅，所以呢，內地買車係咪好抵玩呢？相信各位街坊都好認可嘅。嗱，首先呢格呢係早兩日啱啱翻嘅，星期六晚啱到嘅。依格呢就係上個月月底翻貨嘅，呢格呢就最早交噶啦，都係車主啱啱揸翻嚟車行俾我影嘢嘅，貼咗紅耳仔。咁呢每一架車個名牌呢都係別樹一幟嘅喎，我哋打開車籠睇睇。OK， 入口嘅批文，所有嘅關單資料批文全部齊嘅。嗱，呢架車呢 Civic 全球個代號12270，喺中國係1740架 CHN 1740。呢架車米數相當之低嘅，得幾十公里，所有嘅膠紙咧全部齊全，冇剝過任何嘅，全部入口都係經由我哋嘅內地大行入貨。到呢架啦，啱啱交收俾客戶嘅，臨時牌辦理咗，跟住咧佢呢架全球嘅編碼咧係12327，中國嘅編碼咧第1764架。點解我會講編碼俾各位街坊知啊？因為全中國係入口咗3000架嘅，全世界咧大概有15000至2萬架。官方統計咧應該係2萬架生產，中國已經入咗3000架。內地咧由於貨太多啦，代理商頂唔住，賣緊368000，大尾翼、大死氣喉，有420牛米嘅扭矩，300匹馬力，去邊度買到咁好嘅性能車啊？呢部咧連拖車鈎蓋都未有拆嘅，三格都係冠軍白。我哋而家做緊特惠，368000就可以啦，368000可以買到全球都係一樣嘅。Civic Type R 高性能版，來自康打奇玉工廠，所有嘢全球同步。嗱，三架 Civic Type R 都係全球同步 K20C1 紅頭嘅發動機。咁因為我哋機艙咧啱啱入到車行就好少有人清洗嘅，俾到原汁原味俾各位街坊睇。咁咧呢啲批車全部都係23年全球生產嘅，每一架都係高性能版，都係日本進口。嗱，睇翻我哋張車輛信息紙。編碼我遮住佢，因為呢個車架冧 JFM 開頭嘅，全部都日本進口，所有嘅能拎啦，各樣嘢都係全球同步嘅。各位街坊，勁多灣區出車嘅資訊，想買超高性能車或者內地買到比香港近半價抵嘅車，歡迎繼續瀏覽我 channel， 同我黎明聯絡。多謝各位。